这样。取不动了，管他。我取不来货的，我是的名单没有取来，我取不来。你已经在门口站着在，都已经开始都在叫门口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杨佑娇，取个杨佑娇。把他们带来，给我把那两个病人找到楼上去。这个病人放哪一床？7床，这几床？不是啊，电话。4个男的，1个女的取客。对，4个男的，1个女的取客。走，好，走，不转床。里面没有电池啊。都是一样的，这是水。说慢点就滑。加点水。对，好，谢谢。我来那个。我来帮你过来。不用的，不用，谢谢你，漂亮哦。要个找你推车吗？找个推车。不要紧，推车还麻烦些，我就让妈妈去挪。我挪了弄歪了，他们俩要上拖进来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因为那个杨金涵放在病房里嘛。我从事的职业有29年了，我们一直从年前一直忙到现在。疫情之前，一个护士要照顾8个病人，那个病人当时都是有陪护的。现在的病人相当于每一个都是特级护理，因为他没有家属的陪护。爬着眼焦呀？爬着眼焦了哦。爬着不动。28个要护理63个病人，所以说工作量是非常大的。我有时候从早上8点一直上到晚上10点钟，我才能从这个大楼出去。那个最想没，1天之内我们所有的护理人员是不能吃、不能喝、不能上厕所。女孩子她来了那个生理期，实在没办法，就是买那个婴儿的纸尿裤穿在里面。养你啊，养你，身材要很好。穿在身体，好，就他们2个。我跟你要穿。赶快把那个羊给我找来。找羊是吧？我要羊。好，你要坐好噻。我手表。家里那个被子在哪里？一个黄袋子。黄袋子。好。时刻要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物种。姐妹们，她们都是20多岁，平时她们都是一样穿上漂亮的衣服啊，然后脸上化着淡淡的妆，非常的漂亮。但是呢，穿上衣服我就感觉她们一个个就是勇敢的战士。我们科室有一个护士，他们家的宝宝才4个月，就把奶嗝了，然后奔上一线，真的很心疼。刚打电话的。在车里，谢谢啊，可以，好。好，非常感谢。给吃饭，还没有东西。给。哎呦，谢谢你哦。这人送来的。哦，那怎么是拿的呀？不能进去了。我下去拿的。你下去拿的？那是点啥的？放到门卫放着的啊。好。谢谢你啊，这真好啊，这太好了，谢谢。病人都说我们看见这只小孩比较利索，在公园就走的都很快，我都锻炼出来了。人打屁股还拍。
边的护士啊，那都还蛮好，医生、护士都态度都蛮好。刚刚休完产假不久，半个月左右吧。他现在由爷爷奶奶带，刚5个月，一般都是10个月以后，算1岁左右，反正是这个时候算的。你就这里定闹钟，然后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手机，看不了时间。行，我到时候我外面那你来7点40啊，7点40再给你车窗户连上10的。我知道，好。23号临时通知，说所有人要过来，说有病人要转过来。就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跟我老公说的时候都已经哭了，因为毕竟这消息来得太快了嘛，然后有点舍不得。不知道我们护士长说晚上都会有一批病人要过来，然后估计你们都回不了家。就从那刻刚好中午我老公过来接我嘛，车上我就跟他说了这个情况，就眼泪就自然而然的流下来了嘛。如果突然间离开家里，而且还2个孩子都那么小，可能觉得就肯定是很多的不放心。小孩毕竟太小了，你视频他感觉他根本都不会看着你，感觉他都不认识你那种感觉，肯定会有心痛的感觉。刚来的时候，所有医护人员肯定都会有一点怕，有点慌。因为隔壁有科室，有人就说休假了，我后来就问什么原因休假，后来才知道是被感染休假了。后来都慢慢的也就坦然了，也就还好了。毕竟做这行的嘛，这个时候比较有困难，所以还是会选择上岗。他的还要确定你那是配的我的问题，晓不得？老子查确认了，没得查配的你的。你现在先查或者查的？你先查或者查？我们要有内脏照个相。查内脏，要听医生。浪费钱了吗？一定要照个相哈，来，我们来照个相来。吸一口气，憋住，可以呼吸了。检查，请复明明到非正式验证室检查。啊，站好了啊，不动啊。那个时候一天200-300个病人，都是有我们周围的同事被感染了，就觉得很奇怪。当时我们的那位护士过来，他肺上就已经很严重了，但是他症状很轻，不怎么咳嗽，烧也烧得很低，这样就很害怕了，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。在夜班的时候，满大街都是人，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有防护，大家都在笑，其实我在哭，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。我当时是感冒了有半个月，然后每天就很惶恐，自己很焦虑，怕自己被感染，然后每天鼻涕就在那个口罩里面流，也不能擦。以前夜班还可以眯一下，当时那个夜班就是一整晚有70-80个病人，不停地来病人，一整晚下来感觉人都恍惚了。我们还有同事备了那个速效救心丸，就怕自己倒了。因为我们科室因为疫情有几个人被隔离了，人员确实很紧张。我就去网上问了一句，他一听到我们这个情况，他当天就过来了。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在隔击了，我觉得，所以说这个可能还是直接扫一个腹部可能还好一些。应该是在29号的时候，医学影像交流学习群的一个分群发出来的信息，有没有来武汉的，来这边支援的，科室的人顶不住了，马上我就报名了。这个就是毛玻璃的病毒，其实已经能够看到，就是它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在吸收了。
最多的一天可能90个病人，一直处在那种高强度。来之前这种情况是几乎没有。今天要把想吃的写在防护服上。实在不行就直接自己点一个火，就跟老外一样把油都给喝掉。人不能一天不喝奶茶，我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喝。我来的路上有朋友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你怎么不等着我？来的时候我们倒一碗酒，然后不喝也可以啊，我们把碗摔了再走呀。那我可以给你撞行的。事情发在那个群里边的时候，哇，大家都是发那种哭的表情，知道吧？我妈知道了，都然后就感动中国。好感谢你啊！我们医院的对，特别是我父母，我妈都好感动。一个医生，你换个地方工作，换了地方工作之后，你还是干了自己该干的事情。当时武汉这边已经封了，高铁、飞机都来不了。我想用最快的速度过来，那只有自己开车过来，17个小时。我前一天晚上是在家里边吃的饭，岳父没有说什么，丈母娘是肯定不同意的，然后2个小孩也不同意，大的11岁半，然后小的4岁零3个月。也就是说，你就当爸爸去打怪兽了。从家里走的时候，和两个儿子拥抱，我大儿子差点哭了，就给我说：“爸，你别去。”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：“你是让爸爸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迎难而上还是懦夫？”然后他就给我说：“迎难而上。”说完之后，我就转身就走了。我开车开了20多米、30米，都还在听到儿子在叫爸爸。在来的路上也有朋友给我打电话，就说你去那儿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有组织的去？没名没分的，你去干什么？他说这话的意思，其实我是听懂的。你是一个人过来的，万一你在这边被感染了，谁来帮你解决？后来我就给他解释了之后，我就说我心疼他们，心疼这边的战友。一个医生，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该干这个事儿。帮我们炒的话，就是把它炒的红锅台的好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你要看什么电视呀？就炒的红锅台，做饭的。就这个。可以啊。哎，先把这个给了我老头子。给谁呀？给老头。我家发了财耶！你家怎么发财的呢3个，我儿子也在3楼，我2个。儿子还好吧呢？儿子很好。他年轻的。我老头子这样掉了5瓶胶质，就不骆驼，没有烧。就不烧了。又不烧了，最后我就通过3楼就转到2楼来了。但是他的转变很快。哦，爷爷的转变很快是吧？对，朱医生就说他恢复得很好。你也恢复得好啊。所以说你们这个2楼的医生护士，都蛮贴心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好好休息。你跟爷爷2个人都能好好的出去，早点回家。我们早点回家，你们也早点回家了。家团聚了。我们一病了也拖累你们。哎呦，好，你要好好休息啊，别多想了啊。头还疼不疼啊？今天不疼了。哦。只看晚上疼不疼，那我就不知道啊。头痛要保暖啊。哎，对。哎，然后尽量的床上睡着。感谢你们的几经调理呀。谢谢你啊，配合，不用谢。你们是为了我们好噻。我们是应该的呀。应该的，那不是应该的，那是你们尽了你们的心了，你们这是，哎呀，你们太辛苦了。希望所有人都好好的照顾好自己，希望医术现在越来越高，能治愈所有的疾病。有的看病人没那么严重的时候，其实在心里也比较安慰一点。有一个婆婆来的时候拎了一个尿袋，然后还是别人推车推进来的，当时觉得这个病人估计好严重，
昨天出的样，很开心的。我以前就是我的性格，我很多时候就希望别人来保护我，我想要自己变得强大起来。吸气，憋住气，可以呼吸啊。来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是疫情结束之后我才回去，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回去。医生和医务人员，我们要把我们应该干的都干了，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做，去干，干好了，这个疫情就结束了。疫情结束之后，还是看一下老婆有没有空，空的话我还是会回去之后带她来武汉，让她感受一下我们没有口罩，呼吸武汉的空气是怎么样。Feel your blue